3年前，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喺紅磡體育館，我哋嘅世紀男團 MIRROR 表演到第4日演唱會嘅時候，天花板嗰度有一塊好重嘅 LED panel 跌落嚟，砸到2個 dancer。一位咧就叫做李啟賢阿毛，佢就受到脊椎嚴重傷害，到今日咧都仲未好返嘅，希望佢盡早康復啦。呢件事件咧就引致到一單刑事案件嘅，就告咗3名被告。最近啊出咗判詞，話呢3名被告都係冇罪嘅，全城譁然嘅，就話咧點解一單咁嚴重嘅意外，竟然最後一個人都唔需要負上刑事責任。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判詞裏邊嘅內容、法官嘅思考點同埋咧單案件嘅來龍去脈啦。歡迎嚟到法式學堂，我係孖天央楊律師。頭先講嗰單案件嘅3個被告咧，第一個被告就係藝能工程有限公司嘅項目經理吳海瑩，第二被告藝能嘅工程統籌林志華，第3被告就係廣域策劃有限公司即係 Infinity 嘅燈光設計師同埋項目經理梁耀祖。佢哋3個俾人控告串謀詐騙，亦都有條交替控罪，以防萬一第一條控罪如果唔能夠成立，咁亦都有另一條頂上，嗰條就係欺詐罪。控方律政處話佢哋喺2022年5月19號到7月25號期間，就有透過2張 loading table， 即係負重表，係將演唱會上邊天花嘅一啲裝置嘅重量咧呃細，例如有6個 LED wall， 佢哋報咗3600磅嘅啫，掣咧係成萬磅嘅，仲有8個嗰啲 speaker。就報咗1600磅，實際上咧差唔多12000磅喎。咁呢個報數方面咧，其實係報細咗差唔多4倍㗎。咁控方就話呢啲數字咧就呃咗政府部門康文署同埋康文署聘請嘅一個審批顧問輝顧香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如果唔係因為呢啲假嘅數咧，佢哋都唔會去批准呢個演唱會如期舉行嘅。法官喺判詞嗰度就覺得呢單案件並唔係講得咁簡單嘅。首先，嗰啲舞台設計文件竟然係錯漏百出嘅喎，咁到底會唔會牽涉得到把關安全嘅問題呢？仲有嗰3個被告係咪真係全心呃數啊？定話其實佢有一啲內情啊、原因啊可以解釋到先？法官一開波喺判詞嗰度已經話呢3個被告其實個角色只不過係協助協調同埋呢一個傳遞文件嘅啫。至於嗰啲技術文件嘅原作者根本就冇證據顯示係佢哋。判詞會逐步審視第一，呢啲相關文件嘅內容係咪明知虛假嘅？第二就係3個被告有冇共同詐騙意圖？第三，呢啲錯誤有冇直接導致天花電視屏幕嘅倒塌？判詞其實講得好清楚，成個演唱會嘅製作分工，投資同主辦咧就係 Musiclation 大國文化，佢哋就揾咗藝能呢一間公司就做主承辦，而藝能又再分判咗俾一間協興隆就做呢個機械裝置嘅，而協興隆又揾咗內地一間公司叫姚龍，就係負責 LED wall 嘅吊掛設計、計算同埋供應。藝能係有好多部門，而第一、第2被告即係藝能嘅員工，佢喺裏邊咧只不過係做協調、傳遞文件、開會同埋聯絡嘅工作嘅啫。關於技術設計工作根本唔係佢哋嘅範圍嚟嘅。嗱，咪住先啊！我冤枉啊！嗱，咪住先，我冤枉㗎！我根本就冇偷睇到國防機密。你哋做人要有啲良知先得㗎。係人哋知道我盲㗎嘛？你哋居然屈一個盲人話佢偷睇國防機密咁離譜！而第3被告就係 Infinity 嘅燈光設計師同埋項目經理，根本亦都唔係藝能員工啦。判詞就話相關嘅技術文件，即係負重表啦、索具嘅裝配圖等等咧，都唔係呢3個被告所起草嘅。佢哋3個角色只係咧轉發啊、開會啊，將一啲文件做一啲聯絡嘅工作嘅啫。負重表裏邊打咗個人名叫 Mackie Chiu， 而咧相關嘅電郵亦都曾經 copy 過俾佢。不過喺成單審訊裏邊呢個人咧冇出現過嘅。法官話3個被告其實對於技術層面咧唔係好了解嘅。其實包括康文署嘅負責人咧，對呢啲技術嘅層面亦都唔係見得特別多了解。佢哋嘅審批工作都係外判咗俾輝顧嘅建築工程師。其實佢係控方嘅證人之一嚟㗎，叫做 Tony Wan， 佢係一個 structural engineer， 即係
結構工程師去負責審批。而呢個 Stability Certificate 即係穩定性嘅證明書咧，都係呢個 Tony Wan 簽嘅。呢個分工係一個重點，就係你唔可以話3個被告雖然佢係有份收電郵、開會睇過下啲文件，就代表佢係明知係假數，同埋咧等於佢哋就係夾埋一齊去呃政府。喺證據度睇到咧，呢3個被告係冇份去改呢啲數嘅，甚至乎佢有冇能力去知道呢啲數字俾人呃使咗咧，都非常存有疑問。控方最大嘅理據就係嗰個負重表裏邊報細咗數，而呢3個被告係應該一早就知道。例如話佢哋喺開會嘅期間講過呢個天花懸掛物太重，要減咁啲。亦都有證據顯示關於嗰個 LED wall 嘅數據、重量、圖則等等咧，係有發送過俾呢3名被告嘅。首先講下證據先，法官認為所有嘅控方證人都係誠實可靠嘅，除咗輝顧嘅建築工程師 Tony Wan 之外，法官認為佢係不盡不實啊。關於咁重要嘅負重表，法庭表示根本唔夠證據俾佢判斷出自誰人手筆，而控方證人嘅證據亦都提供唔到任何幫助喎，即係話到今日喺法庭嘅證據上邊都唔能夠知道呢一份負重表係邊個做出嚟嘅。講翻呢個負重表，佢根本就唔係講緊一個真實重量。譬如佢嘅計法咧，只不過係用一啲材料密度乘長度喎，仲有一個單件重量乘數量嘅一個估算出嚟嘅啫，所以唔係一個真實嘅重量嚟嘅。文件亦都係冇講到呢啲重量係經過真係磅過得翻嚟嘅真實重量。佢咧係一個設計用途嘅一個初步估算啫。3個被告唔係工程師，亦都冇經過精密計算。佢哋開會嘅時候係討論過咧12塊 LED wall 會唔會有問題，會過重呢？咁但係最後變咗6塊咧，都係因為一個成本問題同埋安全問題。呢個會度從來都冇講過，有人計算過呢一個 LED wall 嘅組合咧係超重嘅。負債表其實係錯漏百出，8隻喇叭嘅重量其實係遠超過1600磅嘅，因為一隻喇叭已經係要1500磅噶啦。仲有嗰啲喇叭嘅位置啦、型號啦、反應力計算等等咧，都好多錯處。法官認為呢啲唔似呃數，更加似係一個作者一個粗疏冇經驗嘅表現，因為其實呃都唔會呃到咁渣啦。法庭亦都嚴厲批評輝顧嘅結構工程師，就話佢見到咁多嘅錯喺個負重表裏邊，點解佢都睇唔到出嚟呢？嗱，有一樣嘢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大家都讀過 physics 啊，物理都知啦，重力嘅總和一定等於反作用力嘅總和㗎。咁但係咧，呢個表裏邊嘅顯示就係兩個係唔等於。不過呢位結構工程師都批核到喎。法官就話呢3個被告雖然佢係有收過郵件或者開過會，但係唔等於佢哋係明知虛假同埋串謀去呃政府。相反，有關嘅文件啊錯得咁離譜，唔似係全心欺騙，更加似係粗疏而做出嚟嘅。至於點解嗰個電視機屏幕會咁樣跌落嚟，其實喺法庭咧都有探討過。喺法庭審訊裏邊，其實有2位專家證人，佢哋嘅作供咧都顯示呢一個電視機屏幕嘅倒塌唔關呢個天花主結構超重事，其實係因為下層嗰啲吊掛嘅鋼線佢本身質量差，安裝又有問題，設計亦都唔合格，導致到呢一個意外嘅。所以呢方面嘅責任就係供應呢個吊掛系統嘅遙龍公司啦。咁判詞亦都講遙龍呢間公司去揀鋼線嘅時候咧，應該根據當時 LED 板啊嗰啲電視屏幕嘅實際重量噶嘛，冇理由走去跟嗰個負重表報稱嘅重量嘅。咁所以話咧，就算負重表報細咗，亦都冇證據證明遙龍因為咁樣而揀咗唔夠力嘅鋼線啦。法庭判詞認為，其實呢一個倒塌嘅原因更加似係吊掛系統設計同埋工程質量問題。嗰個負重表呃數呢一樣嘢，其實唔係個直接原因嚟嘅。法庭亦都有考慮呢3個被告到底有咩動機去呃政府，同埋咧佢到底有冇乜其他金錢利益去誘使佢哋咧？最後法庭就去分析下3個被告到底有冇動機誘因去犯案。就算發現咗真係有超重嘅情況，最多都係拆件再安裝，喺證據上邊係影響唔到呢個演唱會嘅檔期嘅噃。所以咧，啲員工根本就冇誘因去跑數呃政府㗎。另外嗰個負重表錯漏百出，頭先都講咗啦，呢個更加似係一啲粗疏冇經驗嘅人嘅手筆，
就絕對唔似係呃數嘅，因為又再講都呃得醒啲啦。咁最終結局就係因為唔夠證據，所以呢3個人係被判無罪嘅。呢單審訊呢，其實係一啲特別嘅地方，嗰個負重表喺成個審訊裏邊到今日喺法庭都判斷唔到到底出自邊個人手筆。而負重表裏邊亦都有一個人名叫 Martin Chiu， 而呢個人係從來喺審訊度冇出現過嘅。第三，呢個輝固嘅結構工程師，所以雖然係俾法庭多番批評佢疏忽，似乎到今日都未有啲乜嘢行動。其實我哋睇翻成單案件，今次最大嘅漏洞並唔係有人呃數，更加係一個專業審批環節嘅失守。如果我哋可以喺把關程序方面再嚴謹啲，咁我哋喺個舞台上邊表演嘅人就會多分安全啦。各位觀眾對於香港嘅舞台安全有咩睇法呢？又點樣做啲乜嘢可以避免下一次悲劇發生呢？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哋。如果中意我哋 channel，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 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集見。